前行政院发言人陈宗彦讲，动脑筋送病院开刀，今麦也住伫咧加护病房。总统热清着早暗有去病院甲看，也医生着提醒，讲今麦天咧寒，即个温差是真大，慢性病患者是脑中风的高风险族群，咱民众一定爱注意身体。 前行政院发言人陈宗彦伫新冠疫情期间，担任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副指挥官，负责边境检疫甲跨部会联络，必列为防疫5月天成员之一。暗过杀传出7、3暗时，伊自餐结束，雄雄脑出血紧急送医救治，2摆开刀，目前还搁伫加护病房观察。总统热清地7日暗时也去病院探视，医师表示8日寒流来，气温雄降降低，会互血管缩起来，血压升悬，发生脑中风的风险也提高。是有3高的朋友，高血压、高血脂、高血糖这种血管品质本来就不好的。好，那其实那个出门哈，或者说在聚餐的时候就更加的小心。 医师指出，脑中风分做2种，常常看到是欠血性脑中风，也就是俗称的脑梗瘫，主要是脑部血管塌掉咧，造成血栓素害死。然后第发病3点钟内接受血栓溶解剂治疗，对体管康复机会减少病危。另外一种出血性的脑中风俗称脑充血，因为大脑血管破气出血，就算治疗1个月内死亡率有60%，死亡率5到6成啊。 那可以说，几乎是90%、95%以上，这个陈宗彦之后应该都会留下一些神经学的后遗症，包括瘫痪，甚至是植物人的机会都非常的高。 技术提醒预防脑中风的关键在控制3关加健康生活，包含戒烟戒酒、饮食爱平均加规律运动。若发现身躯边的亲友雄雄2边面皮动起平，双手压关了，其中一只手无力推落去，讲话无清楚、无完整，就要赶紧记录发病时间，马上送医。把握黄金治疗时间，就能降低脑中风了后身体严重的程度。记者综合报道。